做调查，幾多上60歲嘅大哥大姐，就算退休嘅，還係想要學新嘅東西，佢有自我突破嘅熱情。發揚同學會特色設計3種挑戰，共下討論選出1個項目，大家希望勇敢完成。準備了，推能共下展開一場去派對追夢里程。我哋三個人感情真好嘅，就唔單止講我哋有乜個演習活動，也係合唱團去參加以外，連同研究所都係共下有。我係有事情冇辦法上課，一通電話打去，佢哋馬上都支援，我講冇問題。好，本來等做乜個事情，只要電話一打，他哋都互相支援。但係被共下做發通啊。咁我哋面試本人看，我哋講佢海波做乜嘅，啲實習通做都啲啊，佢哋都可能海波想做乜嘅事情，搞到有2個朋友吼，真是嚟夜生人吼，有加出嚟。一般我去拜訪嘅呀三妹姐姐啊，因為係國小嘅學業先生，唔過因為同我約睇幼兒園呢，唔定原因係乜個要按部頭哦，糖多生嘅嚟英語課那先。民國90年，教育部同學園教學表演正式課程，三妹阿姐都有去參加頭一批體內普國小辦嘅學園教師種子培訓班。而能33人嘅背景冇窮樣，大家內地為睇下班成人上渡頭，還變做相互扶持同成長嘅好朋友。先休息哈，好，開先休息下，洗個水哈，係啊。嗨，三妹姐姐，難得到我今日可以來到故鄉呢，我各種睇你陪同，係啊，分享。佢就係比爾姐、阿小容姐、韓國蘇成姐，恁33人都係屏東人哈。我哋上家來呀，我上家。家來呀？係家來呀。哦，家大係哪？大上苗栗。小容姐。係大陸屏東人，出生屏東人。哦，喺桃園有他們客家人嫁下來屏東做屏東嘅新橋啊。哦，咁唔香港人認識？有咩有啲傳奇啦。哦，係啊。有擺炒菜，有睇電茶咩？啊，突然有咧。個研導社啊，嗰個都韓國人問路啊，可能發提示嘅哦，可能係哦，比較多嘅啊。係哦，你愛有緣嗬，睇下你睇屏東安尼。哦，咁你都會約睇下咯，同佢約睇下，會有合唱團一件事情咯。你咩合法先生嚇？係啊。哦，我哋意思就搞合法話，啊，冇得利用時間練一下，又嘅，啊，擺唔到有表演啊，有乜個發通啊，你時要出去，安尼弄一下話。哦，係哦，哦，因為睇下路教合法，嗰種路上講，假使有會唱客家歌嘅路，但係會跳舞呢？哎呦，唔會哦，因為你乜嘅有關嘅教學嘅路學係，係盡量學係。咁你繼續練定，練係人同人打嘴鼓，好，好，咁你繼續練。三妹阿姐其實各題目強健國小教合法。不過，因為大家每禮拜都會共下見面，參加各種研討會同進修活動，搞好多夜晚，做得講大家都有幾深嘅見面感情呢。想問三妹姐姐啊，你能會搞合法俾喏？因為你本單套嘅唔係同教書有關嘅嘛，嗬？我係套商業學校，讀商嘅。專科畢業佢哋就讀二專，讀佢哋要就推科，係小學推科。啊推他們時間佢哋講，讀到有呢客家話種子教師嘅研習，啊，如上課。
古上的上课时间呢，要读到各度客家话先生，非遗安个述经先生，侬后来又还会按说，又还叫他参加合唱团。主要是讲伊个兴趣，出来教可能愈紧教愈经练更好。睇教的时间，因为发现到讲，我哋嗰种某方面唔打败，我哋话在学习，我哋如果亲嘅到，大家又出来教嘅人，再去讨论讲，我哋哪方面要加强嘅，我哋按用嚟加强嘅咯。古种呢，路又还系又唱下，路大家会认同。但谈讲呢，有心多。去通研究所，3年一路去通呢，係啊，操啊！你都愛感謝佢啊！哦，你把他們拖下水，哦，你都係去年去考下，冇咩？佢先通，最先一套嘅，哦，結合到伊係鄉土研究所，我妹去台北，我見佢哋嗰度有南浦，我都偏佢講我考研究所。同埋鄉下考，我講要淡嘿，都安尼本係偏進來嘅。也唔可以話睇好邊。你拖嘅時間40兩歲，50兩歲哦。明係能同研究所家下，非遺者同淑珍者都做得講，經過為一場家庭革命。而哋呢都看人正經咩唔嘅，而能用喺睇到卡學校韓國學業當中，來同自家面到安尼無限叱咤、乒乓叱咤壓力個態。李非遺先生因鼓勵，鼓勵嘅一路做一套嘅，一路101年一套，結果。伊做一套，我媽唔敢拖，唔敢拖。我講我唔單止非遺先生鼓勵吼，連伊個老公都鼓勵我。伊個老公，佢本來反對我一套嘅呢，當面下定都鼓勵佢嘅呢。佢當時我都真感動講，唔單止伊支持我，連伊個老公都支持我講，我同阿不卡人講，我做咩？我講我感謝啦，我說我明下都做伊讀書，今日我畢業嘅，我喺坐定大天路看書哦，我都講，按好讀書哦，可以讀博士冇嘅知識，我講有樣冇樣，對冇知識都支持啦，不過一個改變，嘛係要感謝非遺先生。從本日啦，認識了也3妹姐姐，感覺伊呢對行業教學很用心，也是在規劃個。故所今日嘅想要來了解，伊能用來教，韓國伊能相互之間嘅感情係用呢，能會變做好姊妹嘅。嗨，3妹姐姐，能睇做下嘅按做。做沙包，有咩係能嚟教材啊？係啊，做下可以搞生意咧。你本單都會做下。乜唔係啦，都他家強下嘢。唔曉得嘅人都學，曉得嘅人大啊呢。做好按度嘛，佢咯。你係教材啊？做嘅教材。你知啊？做嘅，我看一下喎。嘛，嗰度有喎，你啲道具很多哦，也還蠻型的呀。也係顏色。很適合你哦，要。一定會。你啲東西都有絲誒，用嚟壓咩？嗰種人係一定年底嘅，我也可以做教材，其他人都分享。因為主要每個現場都有佢最優秀嘅專長啊呢，我哋都互相。曉得人都搞唔曉得咧。還有乜嘅關係係能變到按所謂會變到姊妹嘅？我印象最深嘅都講有一擺我哋去參加一個福祉嘅教師成長營，嘅按部位我哋大家傾情事，歲末時節因為所有現場去上鋪，佢上嘅時節冇生意，再去角度頭拿，有一隻樓，我哋衝開拿藥去擦，有請講我講有個樓會發作冇，會樣嘅冇。我哋貴安不會衰唔得，清少。好在天氣早晨天光嘅，夾個路如果少嘅，我哋能放心下來。經過一擺時間以後呢，我哋大家都像姊妹咁樣感情親好，有乜嘅事情大家會互相傾訴。我就歲末時節，
讲的时间，当然讲，伊当然吃，讲的时间，农中讲演吃，讲童年，又多同有大概3个都差不多啦，哈，滚闹啦，就滚闹，心情不差不多啦，不说讲的时间，感情自然论，深度的法律讲出来。你冇想到本来一开始睇架喺邊度我教合法，結果你搞到按好朋友安尼。呢度我也3位認真教育類嘅人嘅好朋友，有一隻全新嘅體驗，我哋安排嘅3個最難嘅挑戰來本人嚟讀。既然來到台灣嘅最南部，佢唔是講天初有水上發通，大家向下嚟靠上水證照啦。也係睇下日頭嘅眼人嘅南部來學個溜冰來小數呢，我就停留下，從日晚後生人用嘅來做韓國5子團體嘅練習生，學跳 K-pop 舞。能討論一下？跳舞嘅個簡單哦。跳舞跟到潛水溜冰呢？我去學潮水才是的。沉下去，係哦，都見到我講，係都見我講，唔敢再搞水啊，係哦。唔過嘅安人可以溜冰呢，因為溜冰，可以利用又可以做加強嘅成分，溜冰，哇！我唔敢溜，幾引導佢講吧，唔能可以，但是我唔可以，因為我速度游不過，係啊，人多有牛多，真多係哦，溜冰可能一天會忘啦，忘到係啊，因為我睇會看唔到啦，個強忘，確實然後溜冰個危險性個高一些，哦，哇！假如純粹最迷的嘢哦，跳舞三妹阿姐感覺講學校嘅 K-pop 舞，還做得此等團以夾到平常嘅教學當中，安尼見到小朋友會韓國很好。是講唔太家啲麼 ？K-pop 舞哦，並唔係像上嘅按簡單就有樣哦，唔但唱數腳愛成法，咪還愛有舞感同感情嘅表現能力。簡直係考驗三妹阿姐嘅基礎同體力咯，所以我匹配準備嘅一段用路段片項歸數年分樣嘅舞蹈來留下考啊一人。那我們要音樂咯。요새는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 그건 나도 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급한 대로 블루투스 켜 아무 노래나 일단 틀어 아무거나 신나는 걸로 아무렇게나 춤춰 아무렇지 않아 보이게 아무 생각하기 싫어 아무개로 살래 없이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 것도 누가 내? 亲爸爸，你用跳的，俺人看到天使嗰種會恐怖，你跳。那有我應該很素人，係啊，會不會覺得其實蠻簡單的？還好呢，不錯呢，會有心情呢，會吼。因為我之前看到天使嘅韓國舞，我攏感覺鬼恐怖。啱嚟啦，可以做嘅會簡單係咪？很多人教都變啦，係啊係啊，咁我哋做，好，好，好，一條線啦。如係這樣敲嘛，哈，它是左右左，右。一開始我彈啊都我觸強一下，因為啊吼，我有叔叔過搖過，以前我親好跳舞，但是冇機會跳，因為我本來都改好痛，我以前改好打球嘅，還是要學啦，因為腳冇痛嘅講唔曉得啦，但是對我來講啊吼，也係一種新的挑戰，改好。其實我哋暫時睇個 YouTube 地圖，因為看到嘅後生人啊跳人嘅舞啊，其實我哋看嘅時節腳不一樣啊，唔敢去跳落去，但是也俾有機會幫人挑戰咧，感覺氣抗一身啊。我對頭髮都更加好，我攏係鬼傳統嘅人。我每擺看電視，我能看到都感覺，按會跳按相應嘅動作，不我能看到都感覺鬼向往，有安尼機會，我試看啦，別看啦。왜들 그리 다운돼 있어 뭐가 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 겁나 싸해 요샌 이런 게 유행인가 왜들 그리 재미없어 아 그건 나도 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급한 대로 블루투스 켜 아무 노래가 일단 틀어 아무거나 신나는 걸로 아무렇게나 춤춰 아무렇지 않아 보이게 아무 생각하기 싫어 아무개로 살래 잠시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 것도 唔會攬我，很厲害哦！跳我敢講用呢？會強順，它是甜的。俺個情況也是。小朋友跳我敢講，會親咩喎？會親咩？簡單的測試，也上面阿姐跳出嚟心頭同刺心，頭下嘛嘅是黐黐嘅，撒下來帶領大家來到高雄嘅舞蹈教室來習訓，也魔鬼訓練，然後開始呢。哦，拄好一跳眼來看下。哦，拄好一跳眼來看下。講緊係點？我感覺有上清楚哦，你有光用啊？哇，今日跳舞只是按脑按等一下，表情按多按丰富。啊，假使我跳安尼像人哋天团的舞，来咁跳的方来，啊，故事有是强强啊。因为我哋平时跳那种简单的童谣的啊，吼，我哋客家舞蹈。啊，不过种嘅天团的吼，去音乐吼按强啊，动作按多，吼，我想我哋拍嚟看無法度做到按好嘅。我愛看到人家喺跳舞，攏係後生誒，無像係等年紀是安泰，看紅葉都認為講，一個舞運動咩，無適合係等跳，不過看到後生嘅喺跳，咪真歡喜，咪有想過，我能可以後生一擺麼？老师好，今天就是要带，就是三位，就是还蛮姐姐，三位姐姐们，对，要来挑战我们来观摩一下女团。三位姐姐有没有对哪个舞者的什么动作特别有印象？有没有？这位小帅哥，鲜肉帅哥。最后的 Andy 的挥墨，然后非常的妩媚啊！老师都有注意看，你要不要再做一次，免得观众 miss 掉了？你再做一次。很厉害耶！今天呢，有我们的慈仙老师，慈仙老师，他会老师就由他来带领你们。有舞蹈的经验吗？还是说？其实有哈，有在跳，稍微看一下。你真的要看？我们都是跳那个客家的，对客家的，这个也很棒啊！老师看一下我们的客家，温柔婉约，温柔婉约。耶！对你有没有信心？有。就是这样，很好。老师，我觉得你很敢讲，我从5岁到80岁我都教过，所以说对我来讲是，其实我就是可以的。哦，所以真的有80岁来学 K-pop， 真的。哦，按你还没温馨咩？中的哈，谢谢。看到一道小朋友佢認真的表演，大家都嚇到誒。
不过 Harry 先生因鼓励大家，上面阿姐愈莫安紧张诶，准备要开始连连沙沙的舞头搞好了。好，现在谢谢老师要带我们暖身了哈。对，我们现在要带我们平时暖身所会练到的东西。哦，老师有强调是平时，姐姐们，我们的老师才17岁啊，我们好自为之啊。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喽。第一个动作我就往上跳，然后接下来我会带着你做 ，OK 吗？好，5、6、7，往上跳，1、2、3、4、5、6、7、8，2、2、3、4、5、6，加上头，1、2、3、4、5、6、7、8，2、2、3、4、5、6，加上头，1、2、3、4、5、6、7，还要跳起来哦，2、3、4、5、6。这就是我们最基础的运动，平时就会练这些。每一堂课，每一个老师几乎都会带到这些动作，然后练这个啊，就会一直进步，可以锻炼你的体力啊，然后加上你身体的运动，在跳舞上面的帮助也很大。好，我们现在暖身完了，要真的要开始上课了。对，我们然后开始上课老师有帮我们挑好歌了，对不对？对，我有选一首适合的歌。那我要示范一下吗？要，可以，当然也好。这猫咪。哇！老师，简单，我们要这样跳吗？认真吗？确定吗？确定，可以的，非常的妩媚。没关系，可以跳有难度，有难度。哇，我相信有点难的，是。整个要肢解的这个动作。会，我会慢慢教，然后教到你会。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它的副歌是唱 TT 嘛，所以我的手就是 TT。好，我们第二个动作是，右脚手是1、2，然后很像是你在涂 TT 摇晃，对，然后2、再摇晃，所以这就是我们前两个动作，5、6、7、8，1、2、3、4、5、6、7、8。好，我们再练。结果我是虎叫。好，再次，左脚、右脚、左脚、左脚 ，OK。我们加上手，5、6、7、8，左脚、右脚、左脚、左脚。不对，对不起，不行，再来一次。因为我前一站的有过有输到爽，我说我同学讲个动作冇做太复杂，因为我们安尼练几下摆时间动作吼，我感觉到反正冇好上个按溜练啦，安尼脚安尼跳吼，真是脚个有些顺利啦。安尼就轻量来讲，感觉虽然唔要跳啊轻量，唔过安尼轻力的去做安尼。1、2、3、4，擦右，对，要起左脚。你感觉啊？
虽然我有陪跳舞啦，不过跳的唔係亞洲嘛。啊，第一擺後亞洲經過過時行嘅韓國的舞，伊嘅動作看起來過像過平常吼，都係有點好像裝可愛嘅動作。不過假風來，我感覺非常複雜哦，都係唔可以記起來，韓國會跳出嘅人韓國流行嘅 K-pop 嘅舞嘅感覺，其實我感覺冇咁簡單。韓國唔是講我哋經過跳嘅速度過慢，嘅歌嘅過行講，如果我哋去把手練，這裡面會變到用嘅。如果你聽音樂，就會比較容易記住。嗯，好啊。要吃看嘛？我們吃看那是試試看，好，試看看。OK， 都跟得上哎，很慌亂的。很慌。因為我覺得跟上的那個有80%關係嗎？真的我覺得姐姐很厲害耶，就是大，跟上了就上升了哈，你們對，就跳了哈。雖然頭一日的練習平順的出過去的，是講也到最尾成果發表，愛翕一些團嘅 MV 舞圖，大家除係同線上嘅舞譜翕下來，睇錄下3萬音樂以外，因為上日每日係唔驚驚心嘅，對屏東來提高向上課，無別係半日。往右边踩2、2、3、4，对，然后我们的手是叠在一起。好，我们直接踩出去好。2、2、3、4，右脚踩出去，然后身体往前，2、2、3、4、5、6、7、8，所以就是2、2、3、4、5、6、7、8，慢慢的而已，很慢。哦，我感覺真困難的地方哦，真多呢，唔單止個動作同我哋頭擺跳的攏冇共樣。我們有學嘅蠻親夾，平常時我哋跳舞都安尼簡單的動作個表情，不過伊也跳舞吼練嘅嘛個面孔嘅表情都有對我哋來講會困難，動作夾，學嘅夾，然後面孔眼神又話愛扭嘅安尼韻律感，我感覺我真內容多嘅感覺。1、2、3、4，大的時候踩下去大。再還有一個大的，換邊啊？換邊，沒有了。上到那邊呢？我只能說你很不妙。怎麼辦？我的網友講這個拉頭暈暈的。我剛剛從頭開始了，然後現在老師接下去教。你等下看了應該會求饒吧？好，我們的手是睡覺，然後放這邊，然後腳是跳4下，再次5、6、7、8，1、2、3、4、5、6的時候轉過來這邊，手放下來。你要教師時節，見佢先練呢，要對屏東安尼觀察過的過程吼，聽然後分啊，雙眼吼，個手腳攏點有標，就是跳個了，就是有一些困難。咁我頭聽啦，請分用的音樂用的標出來聲音用的，我哋動作用的做，我個手腳根本就唔同化，真是有一些困難。其實上面啊，這平常時睇學校的頭路未達到點，不過為到愛挑戰成功，因為行起辦公來練舞，就會希望每擺一練習都會有失敗嘅進步。準備好了嗎？要開始嘍！好。
很多而且昨天有一些就是自己有问题的都有练好了，蛮感动的。我原本今天还在很担心会不会又踩不下去，对，结果有哈，有做到了，很棒。那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学下一段。 红啊，感觉佢哋唱会跳，红啊，很有办法唱佢哋跳，唔比佢好诶。啊，不过呢，真是可是跳起啊没有，哎，真是好，唔对安样个跳，左脚跳到右脚又唔对安样个，右手比嘅左手又唔晓得比嘅，哦，手法脚法，还袂强手强脚，哦，做啊，即个就扶起马甲，唔对安样改善。哎，我感觉吼，虽然讲个奇妙啦，啊，不过啊吼，学嘅的舞步啊吼，无按简单。 我们就直接来排队形嘛。哦，好的。等我一下啊。那你还画了图哎？对啊，这样比较好看。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背后背对，然后蹲下跪着，1、2、3，1、2、3、4的时候，两个人站起来，3、4，然后我们pose 转这边。 转那边，转右边，转右边，转右边，然后我们会有点像是先看我，比如说我站在这里嘛，比如说我站在这里，然后我起来做 pose 的时候，我会踩出去，我会让前面的看得到我，所以我不会在这里，因为等一下其他人站起来就看不到。提练的时间感觉怪困难啦，练来练去，嗰陣又怪數，啊唔過隊形一排，嗰陣啷下嚟。阮隊形的時間動作又記唔得。 啊，做動作嘅時節，對象要記唔得，嗰時候係跳到分段唔對用嘅時，我冇辦法將個舞步啊連接起來，一下跳嘅動作跳出來，下嘅動作接埋嘅，我冇辦法記起來，冇辦法連起來，行一邊、兩邊、3邊到6邊，我話我行唔錯，見人講吼，大家都見人嚟講，用做按到邊位記唔起來，都係成樣嘅，我即個路。 改快死咗呢！我哋都都擺好隊形呢，啊，今日還提擺去批音樂，我哋唔知會發生乜嘅事情，來看那是 music。站起來，4、5、6、7、8，出去，回來。 我都講係本身對冇信心，練到有信心，排隊行以外就又冇信心。哎呀，我真好肥哦！本來吼輕挫挫的，真是落去跳戲無按簡單咯，唔免係想象中的安尼。 TT 啦 ，TT。想要抢镜头，最后是 TT。对，最后是 TT。有啊，至少最後有記得了。我哋本來攏做欣賞嘅人，根本日也按照呢度做學生嘅也好，啊我哋要學唔得會也好，一下我哋人想到講，誒我哋真是搞新嘢去，真是搞唔會時節吼，佢頭腦天通，啊個吼唔對按樣嘅搞下去，對欣賞佢快死哦。 啊！我都免到講，我去甲你搞生意嘅時節，有咩安尼情形，有咩度講，啊毋過無搞又死唔得，一定要想辦法搞佢會啊！也都我最大嘅感想都講，哦，原來啊吼，
做学生的，又要轻松的学，但是呢，佢學唔來時節，我哋又要去夾志氣啊，要鼓勵佢，變到3萬嘅鼓勵佢，想辦法去將佢教回來。聽講以後成個發表呢，我哋也今晚部嗬，可能我哋3年後佢也可能最早就強下再練一下來嗬，因為你唔係咁簡單啦，因為我成立的團體嗬，通常做為真完整嗬，真是唔係咁簡單。不過我哋盡力用我哋練的最好的嘅一面呈現出來俾大家看。也到阿姐感覺到魔鬼式的集中訓練壓力過大，就應練現場。故所我今天我拿出一個後生人一定好嘅體感舞蹈遊戲，來俾人體驗，還個表強鬆一下。因為好，我只有先的時候，可是那你跳，有些數。有不超的哦。而且还好吗？緊張哦。我哋從來唔是教過人嘅東西，我係講到真氣咩嗬，咪超有興趣。我而家想我做得我想，我咩做得去買一台安尼嚟教睇不看嗬，聯通一下對簡單的嚟跳，因為冇吹落杯，咩做得運通，落筋骨嗬，安尼通一下安尼，咁我媽唔會難嘛。我可以用嚟啦。天師安尼學得到吼，後生人的嗰種啊，個簡單，個有運通的感覺。個運通對我來講，個簡單，嗰所以個簡單的動作訓練冇幾多項，個勁重複。我跳起來如果我個刺眼，真是像運通樣的打拳頭樣的安尼。跳下該東西，我綁的。會累哦，我可以啊，會氣咩？會累，運通樣嘅。沒想到很累，不過也會簡單。跳多呢，又很對啊，他嘅兩個是這提供蘇貞傑以前嘅 Party Queen。已經好多人都唔掂呢啲啊，有一班哈，人看下特別表演嘅時節，表演喺安布特，講表演一下，我們去KTV 唱歌嘅，結果嗰地方唱歌嘅，我哋去唱，因到表演好時節，就變起，真吵，沒有，我沒有嚇到咧，嚇到哦，第二時間我第一講嘅，真是什麼？Party Queen，這是有過跳的啦，另眼看待。你結婚之前嘅人都有一跳舞，結婚以後就做壓抑太久了，現在。做家庭主婦，我哋講住家是嘛，都釋放出去了，放了不用追嘅。雖然我年紀是唔會細啊，不過我都一直有一個少女心。對特別多更加，我攏會喜歡嘗試新的東西、新的學習。不過我一直攏冇接觸過也後生人的東西，我嗰陣一個小學生來學習，我感覺也係一個快樂的事情。學習本身就係個快樂嘅事情，這是永久就限制唔到大家接受新事物同挑戰。打幫簡單的遊戲，也到阿姐未扎過潛規對跳舞嘅興頭，是講大家敢會順勢完成最美嘅 MV 舞蹈挑戰呢？可能係打扮模樣嚟見嘢，我嚟拍 MV 嘅，都係樣嘢咯。
睇下呢上副乳拢好嘅，啊有人睇化妝，有人睇種頭拿毛，啊種好嘅呢都睇臉，有迄可能是堂可能因為今日心情用嘅，也去見做哦。就真正睇惡補嘅係咪？係啊，今日去做成功。係啊，佢見狀，佢說你強把情況安尼係咪？佢定陣，佢定一下吼，基本嘅種吼。嗰陣高中生，咁你學點？繼續，好。慧茹姐，化妝哦。對呀。老師今天給大家畫的是什麼樣？跟你很像的。对，跟我很像，就是比較有青春活力的感覺，比較可愛一點。有有哦。啊，你拉嘛？有哦，有講哦，講。然後很久沒有這樣穿了哦。係啊，香港人做嘅樣嘅，伊喺呢邊香港人嘅啊。剛剛用的。感覺心情真好，哦，真的。歡喜啊，係啊，係啊。所以你自己，中推阿毛。係啊。今天哇，老師要幫他塗什麼樣？很可愛耶。對，就是比較走可愛風。對。啊，你今天這樣穿呢，又要個公主袖哦。公主袖。誒，不過跟我講，其實係做咩幾好看咧？T擺入咁啱唔得，係啊，唔會拿嘛，幾好看啊。身長看得得的哈。很好啊，所以其實這樣穿是 OK 嘅。哦，這樣啊。哎，兩個在練的哦。高了，哪邊？就到，安尼，包甲高了，安尼。好像都當過一下哦。一到阿姐一有閒就親面鼓練習，連愛撩嘅米粉米麵咪全部弄hết。Harry 先生還來到現場聽指導，一塊錄準備好些嘢，眼嚟呢 MV 咪正式開始翕了。1、2、3、4、5、6、7笑容，2、2、3、4、5、6、7、8、3、2、3笑容，5、6、7、8、4、2、3、4走6、7、8，嘿，好，我们倒蹲，我们倒走6、7、8，完美，就想一下这个完美是我们拍完了，我们要收工了，来哦。2、3、4、5、6、7、8，2、2、3、4、5、6、7、8，3、2、3、4、5、6、7笑容，4、2、3走了，5、6、7、8，跌到吗？后面这边有点，对啊，没有跌到哈，一点点。两个开给姐姐们看一下。4、2、3、4、5、6 pose， 哎。後面 Andy 有没有 view？ 有没有 view？ 有 Andy 很漂亮。再一个哈，我们再一个。1、2、3、4、5、6、7、8，2、2、3、4、5、6走位，3、2笑容，4、5、6、7、8，4、2走了，5、6 pose，經過因 NG 因翕過，大家開始天天呢啥都有亮。雖然聽日頭按來下來翕過辛苦，不過也到阿姐同工作人員如行起一等表，就是愛同一等一的方面提翕下來。可以啦，我覺得更難的都有經歷過了，所以他們姐姐們我覺得很專業的。1、2、3放下，5、6麥當，1、2、3、4、5、6、7，對。開始時間俺哋三個人的動作啊，手同腳啊，如我們協調，樣樣時啊，拖延啊，如一擺，同佢哋一調整，啊，先讓調節同佢哋應搞，一擺再一擺，故說我哋講一擺兩擺，如因為因進步，其實就是一擺，因為因進步啊，咁我安尼成果唔會難。睇翕的時間會緊張，啊，都跑喺佢那邊。你下聽到的音樂跳，嘛有扭到嘅方法，嘛跳到運動可以啦，嘿。1、2、3、4、5、6、7，停！不要！就是你的手就是不要用曲伸去。定住就不動。5、6、7、8，不動。1、2、3、4、5、6、7，不要動。1、2、3、4、5、6、7，停。米擺如引領啊，一點點跳唔錯啊吼。
他个有紧唱落呀，他们唔单止唱了一摆，他们唱了几下摆啊吼。那要讲个清白些，安个建设用的安尼，个像生意做唔错事情用的安尼。这当中虽然有汗水，没有唔顺心，不过唔惊难，唔惊苦，总算完成嘞。究竟 MV 嘅成果会係樣呢？일하지도 못하는데 잘하지도 못하네 그저 바라보며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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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내 상상만의 이름과 함께 수많은 안내 baby 아직 그리 모르는 사이인데 아무거나 걸쳐도 아름다워 거울 속 팬들이 있어 하는 패션쇼 힙합 넌 정말 꺾어 내가 먼저 터 타진 분인걸 매번 타진 분인걸 노래가 나오다가 나도 몰래 눈물 날 것 같아 아닌 것 같아 내가 아닌 것 같아 I love you so much 이미 난 다 컸다고 생각하는데 어쩌면 내 맘인데 왜 내 맘대로 할 수 없는 건데 밀어내려고 하면 할수록 자꾸 끌려 왜 자꾸 끌려 baby I like TT just like TT 이런 내맘 모르고 너무해 I'm like TT just like TT Tell me that you'll be my baby OK，大家来看一下画面哦。看一下，可以。啊，起不来。辛苦了。你看前面，给你看前面。看一下。亲哦。老师点头，老师表示贤贤老师也非常满意。谢谢。我们终于拍完了，哇，太棒了！你看他流汗流到都湿了，那个黑色特拉摩鲁斯，大粉色哦。我觉得有一天比一天还进步，然后后来跳的也很整齐，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棒，真的。谢谢老师教导有方。其实中间几个姐姐在拍的过程都会个别会有一点那个有点觉得哦，怎么都是我错这样。其实你们压力很大的，对。会哦。可是他拖累大家啊，终于跳完了，哇，感觉如何？这样心终于放下了。终于结束的吼，也新年以来吼魔鬼训练吼，真是对我来讲压力真大，对自己来讲是一种挑战，也有难度，因为应该有叔叔个摇骨啦吼，亲就唔敢跳，唔敢做嘛个，一摆来喊去突破呀，我自己嘅种困境啊吼，行出来，我真跳啊！还有一点就讲，我同按照宿舍的嗰个老朋友啊哈，他个向下跳，向下成长哈，安尼情况。然后今天啊，我们的一个场景其实是女仆怪兽，很特别。其实係冇落過呢，可能弄會拖安尼嘅地方。你看呢，上面人都喺民國90年睇女仆怪獸認識咧，參加客家公益啲嘅，如何睇啊？公益種子教師嘅培訓，啊，呢個當時認識到見到咧，因為。好朋友，向下演戲嘛，雙坡啊，係做些啊。一般嚟向下跳韓國 K-pop 嘅舞啊，係個 T-pop 嘅技巧，真難得咧。其實人家社會行啊多嘢咧，劇團嗬，嗰度我哋後生嘅時節冇做到嘅事情，唔過人家後生人嗬有做嘅，我哋設施雖然有個態勢，唔過後生人做嘅事情，我哋聽落去做，體力做得落去做，我哋永遠都係18歲。咁我多唔是講啊實拍，你做嘅一定會有進步。好，他個人非常好學。頭先我係看到嘅樣片，咁啊真是都想講，哎呀，那有可能講，表現到安好。MD 一定看到樣片唔樣嘅，運動係佢歡喜，佢支持我，佢人生留下也嘅佢精彩，佢講嘅回憶。我說人家也係，我不看也係全力支持我。我說我睇呀，媽感謝。不看你，多謝，不看你很想笑。